呢個係一種廣東地區特有嘅民間藝術。冬至，冬至，冬至。歷經百幾年嘅流傳，佢又點解要面對牆內開花牆外香嘅尷尬局面呢？外國人就將我哋中國嘅武術文化能夠承傳落去。而家啲人個年功底同我哋嘅年功底根本就係兩碼事啊！民間瑰寶點樣散發光彩？傳統技藝又點樣代代相傳？敬請關注佛山電視台新聞綜合頻道3月6號晚上19點播出嘅《驚靈玩轉大頭佛》。一種民間技藝，因為動作滑稽誇張、氣氛熱烈喜慶而深受大眾嘅歡迎。呢個就係廣東地區所特有嘅大頭佛表演啦。喺帶俾大家歡樂嘅同時，可能會冇人知道，咁寶貴嘅民間藝術曾經一度徘徊喺瀕臨失傳嘅邊緣。為咗能夠將大頭佛表演傳承落去，好多民間藝人都喺度做住巨大嘅努力。喺佢哋當中，就包括咗南海九江嘅鄧波堂、鄧次堂兄弟。鄧波堂出生喺九江嘅一個武術世家，年輕嘅時候曾經當過兵。至今仍然保持住每日晨運嘅習慣。舊年年底，鄧波堂嘅弟弟鄧次堂從澳大利亞回國，每日早上呢都會陪住自己嘅哥哥過翻幾招嘅。華根咧，佢啊減住當頭，減住當頭咧。係點咧？唔怕，乜嘢都唔怕，幾大都做到先。咁咧就搞到啲觀眾咧就越高興咧就越做越到。所以話根咧呢個優點啊真係唔錯，幾廿年都冇停嘅。咁啊，佢好受好受群眾歡迎喎，佢仲又好謙虛。阿威呢個大頭佛公帝舊，佢咧佢跟我哋練咗功夫30幾年。所以功底非常之好，腰馬。作為表演大頭佛嘅民間藝人，鄧氏兄弟所談論嘅兩個人阿根同阿輝，都係佢哋嘅得意門徒。每日早上，師徒4人呢都會去到武館切磋大頭佛嘅表演技藝嘅。玩大佛要具備一個咧，首先有武術嘅基根，要有一定嘅馬步。馬步咧，我哋以前學嘅時候點樣講馬步咧？就係功底功架。而家講功底功架。我哋以前學嘅時候咧，就講腰馬橋，腰就要直嘅，馬步要紮實啊，橋呢條手要硬。咁咧
南海九江素嚟都係廣東嘅武術之鄉，受長輩們嘅熏陶，鄧志棠同哥哥鄧波堂鑼鼓絲叉、拳棍刀槍樣樣精通，並且參加各類比賽同埋表演，屢獲殊榮。我哋開嘅話唔準確，師傅俾咗個啪咁打落去嘅，成個隻腳個手都黑晒嘅，個師傅一腳掃落去。我哋嗰時候好乾苦，5點至6點個太陽天光啱啱有雀仔叫嘅時候咧，我哋點練咧就向住個東邊，個太陽咧就曬住，喺住個日頭咧就起，咁我開起嘅馬就四平馬興起個胸，紮實咗度，雙眼射住，流到眼水流嚟一滴一滴咁流落去嘅。咁連到隻眼睛咧，好似你而家睇我隻眼睛咧，都有啲特別啲，應該你有感覺㗎，而家睇到㗎，有感覺。當年除咗學習武術，鄧氏兄弟、根叔以及唔少當地嘅年輕人都對大頭佛嘅表演非常迷痴。大頭佛嘅表演呢，開始於清末至到民國期間，即係人們呢喺舞獅嘅時候，有一個人戴住和尚面具，着住長衫，手執葵扇喺前面引獅嘅，就叫做大頭佛啦。一般嗰啲群眾或者有啲人覺得係一個醜角，但係學大頭佛呢個人一定有個心理準備，佢唔覺得自己醜，佢覺得自己係有機會，係總覺得自己係一個演員，係一個搞笑嘅演員。我唔怕醜嘅，我唔怕醜嘅，我喜歡學嘅，我好喜歡學嘅，我中意學嘅，佢咧就問我去邊度學翻嚟㗎咁，我除咗着住師傅話俾我知，我話響佛山嘅，都唔切，都唔切，都唔切，切都唔切，得都唔差，切差切。咁有啲氣氛嘅人咧，係先至吸引到㗎嘛。咁我就咦，我咁咪搞翻出嚟啦咁。儘管表演大頭佛係喺度出醜，儘管文革期間大頭佛表演被當作封建迷信而一度銷聲匿跡，但係鄧氏兄弟同根叔佢一直喺個心裏邊默默咁樣記住大頭佛嘅一招一式。直到文革結束之後，大頭佛表演先至漸漸咁樣多咗起嚟。但係喺呢個時候，鄧志棠佢係意外咁樣接到咗時任國家僑辦主任白俊傑嘅一封信。原嚟改革開放之後，國家為咗團結世界各地嘅華僑，決定向各國輸送一批民間藝人，弘揚中華文化。隨住鄧志棠喺廣東武術界嘅名聲逐漸響亮，從1982年開始，鄧志棠曾3次被國務院特派去澳大利亞洪門民治黨支部擔任武術教練，成為自解放以嚟中國第一個以國家名義派出國外嘅農民武術教練。出咗國咧，第1天休息，第2天咧，哇！澳洲啲記者啊，同埋啲學生啦，香港會場嗰度滿晒人啦，集中喺度嚟講，叫我上去講話，教啲乜嘢？鄧師傅你準備教啲乜嘢？我鑼鼓絲叉拳棍刀槍有幾多嘢？一套一套咁講，講咗之後咧，佢有預手有計劃收咗學生啦。第一日起碼都有第一日我超過100。鄧志棠嘅舞獅技藝同武術水平傾倒咗整個澳洲，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亦都俾佢非凡嘅舞獅技藝所傾倒，親自接見過佢，並且為佢表演嘅獅子點睛添。1989年，由於當地政府嘅挽留，鄧志棠全家移民到咗澳大利亞。我哋係中國咧，就係呢個本身嚟講，都啲技術發揚喺外國。向台灣啲華人嘅團體，亦都有嚟，因為喺我藝術上面幫咗外國嘅華僑，亦都幫咗外國人，亦都提高自己成績。如果唔練，會忘記身體就真冇好。我而家幫到自己身體手就好多好多。但係鄧志棠個人嘅發展，佢係俾大頭佛表演嘅傳承蒙上咗一層陰影。
原嚟因為時間關係，無論係鄧波堂，抑或係今年已經80高齡嘅根叔，都係無法清晰咁樣記得住大頭佛表演嘅一招一式。呢啲只有鄧志堂最為清楚。槍槍槍槍得咯，槍槍槍得咯，咁槍槍槍槍槍，好似咧呢度咧就抹個格粒底啊，俾條手巾好多汗，咁污糟啲汗咧搭埋，啲觀眾話：哇，一陣就好臭，好臭嘅意思係咪？好似老人家追用隻鼠追到咗嘅時候，咁趴低，咁係咁扔，一個大打個大翻過去。打個大翻過去，一起身馬上係咁就喺澳洲嘅時間裏邊，鄧志堂將武術、舞獅，甚至乎大頭佛嘅表演不斷弘揚。佢並冇意識到喺國外倍受追捧嘅呢啲民間技藝，佢喺自己嘅家鄉漸漸沒落。本世紀初，鄧志堂返九江探親，佢意外咁樣發現自己當年最為熱衷嘅大頭佛表演，幾乎已經銷聲匿跡啦。響28年出國翻嚟，我都睇唔到真正嘅透流樣表演，我都好少。每一年翻嚟，我個感覺，咦？而家啲人個練功底同我哋嘅練功底根本就係兩碼事啦，怕辛苦。其實我哋作為一個中國人，其實我哋都好遺憾。點解咧？因為我哋自己嘅國寶。我哋都唔識，當時都唔識得知道係個寶，唔識得保護佢，而係遺棄佢。反為我外國人就將我哋中國嘅武術文化能夠承傳落去。面對呢種情況，鄧志堂嘅心非常複雜。從嗰個時候起，佢決心將大頭佛嘅技藝重新整理，同哥哥鄧波堂一起，將大頭佛嘅表演技藝完整咁樣傳授俾家鄉嘅人民。大頭佛個起座，關輝雄同根叔就成為咗佢哋嘅第一批徒弟啦。咁辛苦練呢一拳啊！咁我校門啫嘛，中去校門啫嘛。你越捧場得緊要，我越做得犀利，我啲手功都短㗎，唔怕㗎，唔怕㗎。佢唔驚㗎，唔使驚㗎，扮啦，唔使驚㗎。每次都係啊！我未病過，我啲叫牛病，一病就死。人哋話嗰個老細啊，佢話你咳㗎，你感冒啊，我唔怕嘅。我飲啲涼茶得啦，飲啲涼茶冇事嘅。如果有年紀大有啲難度嘅嘢，佢只係用口傳俾我，就佢做出嚟咧變咗冇咁完整啦。比如之前後生嗰陣肯定完整好多啦。咁在呢個方面咧，我就係都空過好多時間咁琢磨，重複咁表演出嚟俾師傅睇。師傅話：呢樣啱啦，我就照呢個動作咁一路練落去，練到佢純熟為止。喺鄧氏兄弟等人嘅共同努力之下，九江大頭佛被列為南海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今年2月，佛山市第2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公佈，大頭佛表演赫然在目。舞獅比賽熱火朝天，大頭佛作壁上觀。希望各級對呢個大頭佛多啲正視。民間技藝如何傳承？鄧氏兄弟廣受門徒。等以後仲比師傅叻啊嘛，青出於藍勝於藍啊嘛。稍後請繼續收睇本期經歷，玩轉大頭佛。2年前，鄧波堂將自己嘅振興武館交咗俾徒弟關輝雄打理，而自己呢，就同細佬鄧志堂做起咗武館嘅總教練，專心咁教徒弟們武術、舞獅同埋大頭佛表演。今年正月15，九江鎮舉行迎新春舞獅比賽，振興武館都報咗名。為咗比賽當中取得好嘅成績，鄧氏兄弟同關輝雄跑前跑後，忙到不亦樂乎。不過令佢哋感到遺憾嘅係，
舞獅比賽並唔包括大頭佛嘅表演。參加比賽呢班人一定要減住當學，勇者必勝。有時你講一隻主人落要減住當學，你次次諗住嗌完就包我個第一，淨係合作攞鼓茶獅米，大家淨係配合。所以我今日嘅賽兵都係應該達到最理想嘅，嗌到你。今日係正月15，九江鎮江舉行迎新春舞獅比賽。振興舞館喺當地實力雄厚，名氣亦都比較大，係奪魁嘅熱門隊伍。贏嘅唔係人哋，係我哋。鄧氏兄弟嘅徒弟們喺九江鎮從事各種職業，其中不乏專業舞獅學校嘅學員。佢哋平時都要做嘢，每逢節假日都會嚟到舞館訓練或者比賽。喺熱鬧嘅人群當中，我哋並冇睇到根叔嘅身影。強皮，有幫向弟弟，向個弟弟，睇住隻腳，向弟弟啊！獅頭、鑼鼓、木凳，所有同舞獅有關嘅器材都被搬咗上車，只係剩翻幾個大頭佛面具。因為舞獅比賽冇安排大頭佛嘅表演，或者呢個就係根叔冇出現喺舞館嘅原因。點講咧？因為近來有好多都冇乜出現咩大頭佛，可能各個地方咧唔係咁即係民間啊同埋各級覺得呢啲唔係參加比賽過去嘅啦。大頭佛基本係民間上嘅愛好者係搞笑，所以咧就係、我都未見過乜嘢大頭佛係比賽嘅，我覺得咧就係應該希望各級對呢個大頭佛多啲正視，咁發揚呢個大頭佛呢個文化，呢個傳統文化代代都有傳落去。身體健康啦，師公，身體健康，係，再講，今日攞個好名次啊！最緊要係英雄出少年啊！嚇，爭咗到最好成績。好嘅，係，升一。中午，鄧氏兄弟邀請徒弟們去酒店食飯，根叔亦都應邀前嚟。入場咧，住嗰個次序遵守紀律。盡量做到好上加好，好冇？好，好啊飲，係，大家飲啊！幾好啊！比賽一共有24支隊伍參加，各條村同單位都編排咗特色鮮明嘅動作套路。望住喺場上好多熱火朝天嘅隊友們，80歲嘅大頭髮演員根叔睇上去似乎有啲失落。1號裁判8點65分。
夕週末，鄧氏兄弟同關輝雄睇上去並冇受到舞獅比賽失利嘅影響。佢哋迎嚟咗每週一次嘅少兒武術大頭佛培訓課。7歲嘅關勁初學習咗8個月嘅大頭佛，佢對呢個睇落去似乎傻更更嘅角色好感興趣。係啦，啱啊，啱，大步啲，好嘢！見到呢個大頭佛咧，就應該係3、4歲嗰個時候啦。咁啊，因為咧就大頭佛咧係一個好可愛嘅一個民間嗰個活佛嗰個形象出嚟啦。咁啊，小朋友咧對於佢嚟講咧就覺得睇上去覺得好可愛，又俾人一個比較高興啊和諧嗰個氣氛啊。咁啊，感覺係覺得好舒服噶咯，好想去即係延續我下一代去學習一下呢方面嗰個接觸呢方面嗰個知識咯。喺呢啲大頭佛嘅學員當中，